玩吧，好歹也是个修仙的世界观设定，出个门还要坐马车。系统，连个御剑飞行都没有吗？贵方无需见怪，就算是魔法世界观设定，也不是每一个巫师出门都骑扫帚的，不然过于高调。哼，你蛮懂的嘛，以前在哈利那边混过业务。这个初级任务不知要几日路程，原著里没提过有这么一段。这就是提升逼格的方式之一，补完原著隐藏的故事线，敬请贵方体验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我知道。总之，连坐马车赶路这么无聊的情节都得体验一遍就是了。师尊，你看师兄他们这样欺负人，你也不说说他们。再这样下去，您教的徒弟都成什么了？骆宾河，你过来。是。哼，等会儿可有他好受的。阿洛，快上车呀！师尊让你和他同城呢。多谢师尊。系统判定行为违规，角色 OOC 程度100%，逼格减。慢着，我这不是在帮骆宾河，而是为了宁英英。英英可是沈清秋最疼爱的小徒弟了，我怎么可以让爱徒对我这个师尊失望呢？他都求我了，我当然不能伤他的心了。所以我的行为完全符合沈清秋这个角色的逻辑，警告无效。这个拿去，把伤口敷上，莫要让旁人看了还以为我虐待弟子。多谢师尊。笑容违规，角色 OOC 程度60%，逼格减10，当前逼格165。笑一下也要扣分啊！ OOC 就是 OOC。